佢最怕唔見嗰啲咩咧？最怕咧就係唔見咗師傅咯。但我最怕師傅失蹤。呢位嘉賓咧熱心參與天主教教會服務。下次見到我唔好再嗌我靚仔，知唔知道點解咁多人唔請，係要請我嚟咧？因為我紅啊，我 fans 多啊。講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好唔好啊？唔使講啦，喺呢一度梗係校長最大，校長最惡，校長最正確。將來我哋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咧，唔多唔少都要學識一啲高級嘅擦鞋㗎嚇。一唔係同大家講下我係如何成為一個如來佛祖、玉皇大帝、觀音菩薩、指定取西經、特派使者、包裹山水簾洞、齊天大聖孫悟空啊，挫到跳晒掣、型到噴晒汁嘅大帥哥，好唔好啊？大帥哥佢一生都充滿住 passion， 而張衛健嘅一生都係充滿咗 passion。我哋面對我哋嘅信仰天主，我哋需要 passion；面對我哋嘅學業、我哋嘅事業，我哋需要 passion；面對愛情、友情、人際關係、家庭關係，我哋需要 passion；甚至乎面對我哋嘅運動、打機都需要 passion。因為 passion 可以帶俾我哋活力、推動力，更重要嘅係 passion 可以帶俾我哋無窮嘅勇氣、耐心同埋毅力，去通過我哋人生當中嘅困難。而家諗翻轉頭，我諗我有理由相信，當我7、8歲嘅時候，我爸爸係患上咗呢一個嘅躁狂症。我好興奮咁話俾佢聽啊，爸爸，我嘅測驗終於合格啦！佢問我幾多分啊？我話61分啊！然後啪一巴冚埋嚟，呢一巴打落我塊面度一啲都唔痛，但係好可惜係直接打咗落我嘅心度，我心好痛。好失望，啱啱學識吹口哨，我見到一架好靚嘅車，於是乎我就咁樣，然後返到屋企呢，佢就二話不說將個凌空掟咗落床，撳住我嚟打。我哋常常喺一啲嘅心靈雞湯裏面啊，我哋都會見到嘅就係類似話環境不能變，我哋就改變我哋嘅心境啦。咁呢一個呢，亦都算係一種 passion， 就係我自細開始我對生命嘅喜樂嘅 passion。我希望我生命得到喜樂，我就諗辦法令到自己開心。我去彌撒嘅時候呢，嚇，見到神父高高在上喺個祭台上面呢，我覺得好有型啊嚇。咁然後我就立志呢，大個之後呢，係做一個神父㗎。第二個志願呢，就係做一名足球員。我大概 Form 2嘅時候到呢，我被一隊香港甲組嘅足球隊，咁佢哋呢召咗我入去受訓。點知呢，喺我受訓咗大概2年之後呢，突然間有一日呢，教練呢就同我講話：Dicky，我睇由下個禮拜開始呢，你就唔好再嚟訓練啦。你嗰個打個位呢，打龍門啊！但係而家2年過去啊，我唔係好覺你有高過喎。咁我突然間覺得好彷徨啊！球星要6尺高，歌星唔使6尺高啩？我睇陳百強都冇6尺高啦。於是乎我就由一日到黑練波，就變成一日到黑練歌啊！我唔知練嚟做乜㗎喎嚇。總之我就成日練歌啦。我記得到咗17歲嗰一年啦，有一日我阿媽同我講：屋企已經冇晒錢，你唔可以再讀書，然後你要出嚟做嘢幫手養家，我唯有交託俾天主。終於天主就回應咗我：你咁中意唱歌，我就俾一份唱歌嘅職業你，等你養家。突然間真係有份工揾我去一啲餐廳走廊度唱歌，因為我得到回報，所以我得到鼓勵，繼而我更加努力，我喺我 passion 上面再加碼，令到我出嚟嘅效果更加好。當我沾沾自喜一個17歲嘅年輕人嘅時候，可以撐起整片家庭嘅天空嘅時候，突然間係好戲劇性地喺一晚裏面3間餐廳都炒我魷魚，意味住乜嘢呢？意味住我馬上就要失業啦。但係後來我諗翻轉頭，我覺得天主俾我呢一個所謂嘅絕境，其實係俾我一個生機。我覺得我想離開呢啲環境，
我想做一個真正嘅歌星，真正嘅擁有自己歌曲嘅歌手，唯一嘅途徑就係去參加比賽。好彩啊！我入咗 semi final， 喺幾千人裏面揀30人，我入咗 semi final。第二日 semi final 啦，我係贏唔到㗎嚇。然後我就去第2次新秀歌唱比賽，輸咗。我再去第3次新秀歌唱比賽，然後我再同天主講：你俾我贏啦！你俾我贏啦，我會第一時間多謝你。終於，我記得當晚宣佈冠軍嗰個呢係劉德華先生，佢話4號張衛健。咁我就好感謝天主，我覺得我終於可以做一個真正嘅歌手，我終於入咗娛樂圈。我等住會紅㗎啦，但係原來嚟到我呢一度，我等咗1年過去啦，咩都等唔到，淨係出咗隻足球小將啫。喺呢個時候 ，TVB 呢就揾我去拍戲。咁我記得呢，有個監製就有一日打電話俾我，就話：嗱，阿健仔，你發達啦！今年 TVB 開一部重頭劇，60集古裝重頭大戲。翻到去 TVB 一攞劇本一睇，陳家樂就係陳家樂啦。原來係叫我做陳家樂側邊個書童。咁我就拿住陳家樂嗰把劍，由第1集企到去第60集。我真係集集有，但係集集冇對白。我所經歷嘅痛苦係。我記得當其時，我每個月喺TVB 收嘅人工係大概3500蚊一個月到啦。而當其時，我全家人嘅租屋嘅租金已經係要3500蚊，所以每一個月我都係我好辛苦，我係冇錢食飯。我有時會同自己講，我做一個演員，做到我連一個碟頭飯我都食唔起，我係都幾 shame 嘅。但係我依然留喺度，係因為我對演戲充滿住 passion。喺我努力咗8年之後呢，終於可以做主角，終於喺香港紅啦。然後我終於可以出唱片啦，我啲唱片賣好多張。然後我終於拍電影，我記得當其時啲媒體都好錫我嘅，一次呢都用7個字嚟形容我嘅，就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啊！咁我都覺得我 deserve 嘅。但係好可惜，我享受咗呢個掌聲大概3年到，突然間有一部戲、一部劇播出，收視率唔好，就開始唔好啦。我覺得好彷徨，好唔知點算。而我身邊有冇人鼓勵我呢？冇嘅。喺我涉低谷嘅時候呢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我係身邊完全係冇一個異性朋友伴侶去支持我嘅。我由好紅喺香港紅咗，好多唱片賣好多隻，到唱片公司唔同我續約，到電影好多電影拍到突然間乜嘢都冇晒嘅時候，我用咗整整1年嘅時間，我一日工作都冇，用1年嘅時間我去諗如何鹹魚翻生喺香港。我由沒有到擁有好多 fans， 擁有好多機會，到突然間冇晒機會，鹹魚翻生，如何鹹魚翻生 ？I don't know。到我再有機會嘅時候，我嘅 passion 就比之前更加犀利。我好珍惜，我可以再一次拿住一份新嘅歌詞，呢一隻歌將會係成為我嘅國語歌。我好珍惜我再有機會喺鏡頭面前做訪問，所以我整個人充滿住強勁嘅 passion。金融風暴嚟臨，然後我嗰一層本來我係唔太應該買嘅物業，令到我好慘，係跌剩得返20% 到啦。嗱，我唔知道當其時我嘅老闆係咪亦都係受金融風暴所影響。佢好多個月冇出糧俾我，但係我繼續喺度拍戲。而當日我喺北京拍戲嘅時候，晏晝3點零鐘，我收到屋企人嘅電話就話，好幾個月已經拖咗冇供樓啦。如果今個月尾再冇錢供樓的話呢，你層樓將會俾銀行封㗎啦。哇！我成個人唔知點算。
就喺呢2個禮拜嘅時間裏面，天主嘅安排就係咁奇妙。當其時我拍緊嗰部戲未拍完，突然間話要出街，我未拍完出街，我未試過喎。係啊，出街啊，有人買啊，而家要出街啊，我邊個買啊？咁傻嘅？亞視話買喎，一賣俾佢，點知一出街1個禮拜都唔到，幾日咋，已經傳來好消息，因為亞視贏 TVB 基本上係一個天方夜譚嚟㗎嘛。隨即我亦都成為咗呢個收視嘅神話，然後隨之而嚟咧就有後邊嘅韋小寶啊，什麼齊天大聖孫悟空啊，等等等等。喺內地我亦都拍咗好多部電視劇啦。我嘅事業可以講係從此就進入咗一個穩定期啦。咁代唔代表我嘅人生就係一帆風順呢？當然唔會啦。